王洪庚上周腌制的酸白菜，今天到了出缸的日子。这是他开火锅店20多年来安身立命的法宝。南台湾气候炎热，老卤汁只需要1个礼拜就能催生出成熟的酸白菜。接下来，王洪庚要把它们转移到冷库冷藏，酸白菜进入慢熟期，以便在未来的2个月保持脆爽的口感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我是用传统的做法，我坚持的，我们腌的酸白菜一定要自然发酵。可是这个腌制的时间呢，相当的长。终于呢，让我找到说，哦，用老卤汁，光没有煮，它就会散发出一股呢淡淡的一个酸香味。当酸菜白肉这种带有明显地域特色的火锅出现在高雄，老一辈大陆人曾生活过的眷村就成了一个难以绕开的话题。70年前，随着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，火锅店所在的左营，在当时成为了眷村的聚集地，众多乡音和美食都曾汇聚于此。而今，随着眷村逐渐离场，老辈人也渐行渐远，但美食，特别是火锅，却历久弥新，成为这段历史永恒的注脚。当初呢，军人还蛮多的，而且眷村呢这一条先锋路呢也很热闹。大概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呢，我给他有列算一下呢，这边的餐厅呢大小就有21家，而且等于说全国的各种菜色呢都有。通红的炭火上，炖一锅醇厚的酸菜，加一片透亮的五花肉，曾经让那些远离数十千里的人找到了一家人围炉的感觉。这个酸白菜火锅呢，我刚开始也不会做啦，是从一些老前辈，或者一些呢，或是从书里面呢，慢慢的把它融会贯通，来研究来卖这个，在眷村呢应该会很受欢迎。如今的刘家酸菜白肉火锅名，脱胎于一家浙江刘姓老兵的饺子馆，眷村基因使得这家火锅店名声大噪，一直呢沿用他刘家他老人家所留下来的一个名字，是因为感念他对我的一个提携。腐竹、冻豆腐是传统的老味道，酸白菜腌得恰到好处，是酸菜白肉火锅的灵魂。白菜的酸爽化解了猪肉的油腻，而鱼丸的加入，使得这锅火锅有了属于自己的海岛印记。30多年来，众多外省籍的同胞慕名而来，一个台湾人用一口淡淡的酸香味儿，慰藉了无数人一生都难以消解的乡愁。高雄港，台湾最大的港口。70年前，大多数人都是从这里上岸，远离故土，模糊了故乡与远方的界限。天津，大陆的糖果，怀孕的时候，我妈怀孕，我在船上生的，在军舰生的，逃难吧，那时候就逃难就来了吧。而随后的几十年，斗转星移，沧海桑田。时至今时，来台客居的大陆同胞不再是无奈裹挟，反倒多了一份自主的浪漫。其实我身为是重庆人，那时候是从小因为对大海有一个向往，很喜欢海，因为小时候听唱歌啊，什么外婆的澎湖湾啊，有个海，对海有个向往。刚刚不是说嫁不出去，然后就大陆嫁不出去，跑到台湾来了，也是缘分嘛。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家乡，却因为同一种缘分相聚在一起。在这家火锅店的后厨，
虽然彼此操着不同的乡音，但其间的界限恐怕早已模糊。饮水思源，王洪庚更加明白眷村的意义。我有把他们当兄弟姐妹啊，他们都做得很开心，因为逢年过节，我给他们的福利都相当的好。老板没有话讲，这个老板真找不到这个老板。火锅架起的桥，连接起的不仅是舌尖到心头，更是海峡两岸的情缘。特别是在火锅店遭受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之后，这种想法就更加强烈了。7年前，那因为是台风天，那刚好有一棵树呢，靠近我们那个厨房，咱们摩擦就着火了，风势很大，所以整个烧的一点都不剩了，所以员工就抱着，整个社会痛哭啊。那我也很不舍他们，我也跟他们讲句实在话，也掉了眼泪了。那我就告诉我自己，好，既然你们很舍不得这个店，而且这么挺我，这么支持我，我一定呢要在最短的时间呢要把它整建出来，而且擦亮这一块招牌。结果在火灾的时候啊，老板没有想到的是他店的损失，而是要怎么去安排这些员工要怎么生活下去。真的，那时候真的每个员工都看到的是眼泪汪汪的。从废墟到重新开张，只用了3个月，期间，后厨的老大姐一个没走，来吃的食客更加络绎不绝。后厨的师傅们年事渐长，思乡之情时有浮现。上菜了，王洪庚会奉上他拿手的火锅，他相信口中的味道会直通心底，慰藉乡愁，就像一直以来的那样。